讲因利用华语写是无耻，啊，全世界全台湾偌济人华语咧写，伊哪有讲台湾无耻？所以我强烈抗议啊！毋茫讲黄春明先生，你会当出来道歉，你无出来道歉，铁甲对卖讲是为论啊！我是甲你闹透底，无你对演讲我在前，我就甲你乱。吼，你若要讲到台语，我就甲你乱。所以拜托。咱媒体先生，大家小写，大家会当为我这个台语文吼来出一下声，感谢全国人。下面咱来请迄个红树林台语文推荐协会马秀君老师。其实我即几，大家说吼，我即几拢是台北问题啊，所以我今仔日在电视来去挂出来，去行来面吼。啊，我的题目是四问黄春明，就直接来问。第一点，有关台语袂当摕来写作，那这是真正在谈讲一个，我简单讲一下。咱就讲1920年一直到即马，台语运动做这即马300年的时，迄个台语运动用台湾话做文，用台湾话写诗，即个迄大家讲有即个主张啊，咱遮就卖讲嘛。偌好年晚年佫写就是台语诗，拢足水的台语诗。这台语会当来写文章，这是唔免否认的吼。第二点，我要讲的就是问阮黄春明。目前无统一的教材，无统一的版本，咱来看，即马华语多一个统一的版本，对不对？伊要对咱的台语特别要求，当然这几百年来台语打下的结果，你要无打下结果，到这10年来，咱真正要实施，所以你台语文要真正统一，也搁伫个过程。但是即马已经教育部已经公布，文字也好，迄个拼音也好，拢已经公布出来。所以这10几年，伊即马几个国小的教育已经10几年啊，伊即马才来甲咱讲唔通教育。所以这个关系，由阮徛遮生活在座的大家老师，拢无法度接受的。所以你经过70几年的奋斗啊，咱已经老岁老汗老一项拢拍拼，结果呢，咱台湾是一个多族群的种族，对不对？啊，就爱用大家拢爱来写台语人写台语，客人我写台语，我客语，原语写原语，它会当满足咱这个台语多族群语言的迄个族群国家，所以伊袂使用华语来打来过来。咱就讲第三问呢，伊讲一个咧，伊讲做一个内底，咱用上简单的咧。伊讲美国人当然要使用英语，所以写英语使可耻。我感觉这点鼓励了不伦不类，真无下书啦。哦，比如讲英国人甲美国人英语当然是同文同族，咱台语人对不对？台语人，咱的台语甲华语自古早无啥相像。伊的源头就拢无啥，伊的语法也无关，伊的用词也无关。尤其这400年来，台湾人受荷兰人的统治、日本人的统治，啊，搁一寡外省人的统治以后，伊会用的就是语词，搁加上咱原住民的语言，所以咱台语甲华语真济，无论语法来语词拢无共啊。所以你用华语来写台语，这是足困难的。所以我就严厉来讲，伊来讲啊，即马就是写文章的方式就是啊，比如讲出锤啦、超不拢啦、冻面条啦，来写伫华语，伊拢用安尼啦。伊咧写台湾文，他就是安尼写。啊，我讲出来就是讲，若亲像即种鸡好赛半乌白吼，读起来大会出锤，佫会超不拢啦，哦，佫会超不拢啦。啊，第四，我要用黄春明的，就是讲台语敢袂使教，用讲的就会使。强调这个，但伊免到国小教，用讲的教，讲的对吧？讲这个是真正无常识啦。咱逐个你去国校来看下咧，你去尤其市内，尤其台北市，你若用台语来问老师，我听无。小朋友90%到90%拢听无咱咧讲台语，所以尤其即来讲54、50岁以人，我就讲遮人就可能拢华语教育大，所以华语讲袂标准，台语讲袂认真。你别安那叫人文章写通啦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拢讲咱的教育
教育相信咱家己即摆拢会晓写台语，写得通哦，咱像对，其实是说所以咱就去往咧遮，所以咱即摆目前的教育上大的困扰是啥咧？毋是即个，毋是亲像陈先生所讲的教材无统一。一方面呢，是因为咱的经费无够，资源无够，所以台语要做甲像华语安尼，毋但爱时间，爱经验。我感觉上大的困扰是啥呢？就是以遮的有头有面的人物来台仔顶来批评咱台语，或者要教台语的人，要学台语的家长，要教台语的人，感觉就是遐讲，要学毋学，要教毋教。伫遐咧超过，伫遐咧丢丢，伫即个乡车路口咧丢丢，所以即摆足侪老师伊无要来演习台语文，因迄念有可能就花去啊。所以是上大问题，就是遮个人来咧主动咱台语的提供，所以袂不进，咱也真高兴。这就是用上文雅的可耻两字来骂，若无骂咧佫较粗哦，谢谢。多谢那老师的真心的话啦吼。来，咱即摆就来请你感谢台语文化基金会陈芳薇，相信咱大家手头有你讲叫基金会，咱台湾广播杂志社的声量，时间的关系，我讲重点。讲5月20时间，我想上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大家拄则讲教育书写检定，我想最好笑的一点就是。迄天是国立台湾文化馆主办的活动，国立台湾文化馆上届无嘛伫2005年有出一本台语文学研究会论文集。国立台湾文化馆上届无嘛捌伫2005年出一本爱听笑爱听笑的即个台语文学典专辑。主办单位有做台语文学的展览，有出台语文学的册。阁有做即个台语文学检讨种种的活动，当然这个毋是一现真的台湾馆长就来做的啦吼。安尼的状况，要参加这个检讨会主讲者黄先生，竟然会当拢毋免知影，就来批评台语都需要书写，台语即个书写无价值，甲台语是方言，毋免甲顶顶。你讲叫台语文化基金会，甲台湾广播杂志社，甲侪台语文团体，长久以来无官方的资源，拢是靠民间人士、技术、导师家己的这研究、教学、写作来做侪的文化作品。基金会逐工拢做一个阿克秀台语文学这个创作的奖励甲研究的奖励。9年来已经有9本遮尔高的，包括论文，甲包括诗小说、台语、客语这方面作品。像地方嘛有即种彰化县逐工办台语文学的演习了后，搁请校员来写作，评选出来文学作品集。请问黄先生，你这大作家，拢无看到这个物件，是挑工的，还是册的？我想伫遮，我也是强调台语文学、台语书写的重要、甲价值，甲已经存在真久的事实，这是袂当来甲抹消的。伫个咱的台湾国族母语，无法度甲华语共款，甚至是应该搁较重、搁较济的资源来用伫台湾母语，也袂达到这种上进程。甲咱的台湾国族语文也无恢复应该的活来进程。我想咱台语文学体继续站下去，大家做伙拍拼。谢谢芳薇，下面咱来请台湾罗马里协会蒋老师。各位歹势吼，我一直还是即个第一线做教育吼，我定定拄着人来。礼拜看着讲，你去教台语，安尼即安怎写？我第一我袂晓写的时候，我会感觉足歹势。一台语老师我上仔袂晓写，但是咧我了想讲拄着以后人问我讲唔对，你台语会偌久？伊讲我10几档写10几档，佮问我一字要安怎写？我讲我学一档的罗马字，我所有的台语我写会出来。
你讲袂出来，我就写会出。哦，所以这是可能咱几个整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这方面有问题吼。啊，搁再来，搁提升这个保险的时阵，咱定定人提一寡有诶无诶问题。哦，我但是我嘛会甲评价，了我嘛是创啊。这个问题敢毋是政府应该做的？咱要求政府要创啊？因把台语补到这个程度，伊敢无想要来弥补这个代志？我是真倒来去叫台语，应该来感谢我，所以甲我请，吼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是一只吼，来甲这个魏文老师吼，来表达这个建议，吼，以及这个时候来替咱台语文来听出来，吼。啊，这个农村老师呢，伊过去我若真想袂分清，啊，毋过呢，我感觉伊即马若是已经消去啊，吼，这是我真心的代志，谢谢。好，多谢大家哈。咱来这位上课，啊，你今仔日去遮会吼？今日真多谢啊！今年阮台面议会这个会长吼，伊实际是廖同学教授爱上课啊，所以我是必须在跟面，请大家来听，啊，是就是啊，是为讲希望大家来去上啊，是安怎？啊，对，来参与。啊，咱来挂考核啦吼，村民公开的开放的宣告选手，咱来挂咯。我村民，大家讲公开的签，吼。来，村